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在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一般认为客家人多是在山区开垦定居，因而有了逢山便是客的印象。但是在台湾却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客家渔村——桃园县新屋乡。听说新屋乡的客家人不仅擅长耕作，制作传统味道的米食，也擅长捕鱼，利用特殊地形捕捞鱼类，甚至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出大渔港。今天背包客决定前往探访这个颠覆传统客家印象的鱼米之乡新屋。多人有泪人来下，新木有泪向南，木板有沙那去呀，黑云有安来。请问刚刚唱的这个是什么？他唱的是我们桃园县新屋乡这个地方叫做永安模范社区，然后这边有永安渔港。他唱客家平板、평板。哦，这个就是평板。对。我看到那个老师啊，他唱的感情是非常浓郁，看得出来，老师对于这个新屋是非常有情感的。可不可以请老师教我唱一句？你做在教基평板哈，从一节好吗？叶老师说，口头创作的客家平板音调即兴多变化，我努力跟着齐老学唱了好几次，还是学不会，最后只能勉强哼上2句。头让一诺，泪人来下，心如流泪向南，木板有沙那去呀，黑云有安来，云安有来自哪地呀？好风有来讲啊，人有了唔来讲啊，出海了让啊。一首在地人谱写歌词的客家平板，让我对新屋有了初步的认识。敬拜了保生宫庇佑当地居民的神明，跟黄老先生告别后，叶老师带我到叶家公厅，跟我说半农半渔的闽客家族永兴村叶家的故事。老师，为什么叶氏家族会想要来到这里居住？这个要从我们后面看到那个我们的公厅叫叶春日公主持。那叶春日是我们来台族的第1代，他是107世，那像我跟阿贵老师是115世。那当初在1735年，那个我们春日公从那个广东的陆丰，从渡海从嘉义上岸，然后就沿着那个现在的台山县，然后一直走到那个泸州，新北的泸州。那后来那边因为可能是沼泽地又往南走到观音，观音后来3年后落脚在这个永兴里。那旧地名它叫做那个大牛栏。大牛栏的客语怎么念啊？台牛栏。台牛栏。对，是客家话的一个讲法。原来大牛栏本来是以台语发音养牛很多的地方，只是我很好奇。所以老师，你们现在还有在讲客家话吗？我们是双语，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母语其实就是台语。可是我们出门的话新屋地区有90%都客家人，
所以我们出门在外的话，我们都是用客家话去跟那个外面沟通。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就是对自己的家人是讲闽南语，对，然后对外是讲客家话。对，在唐朝末年我们的85世叫朱公，然后从那个河南迁徙到那个福建泉州的同安，在那边住了15代，然后一直到我们春日公107世迁徙到那个台湾。所以我们在那个闽南地区住了15代，400-500年，所以我们的母语已经是讲闽南话。可是后来我们迁徙到广东7代，迁徙到那个台湾12代因为都住在客家庄，所以我们都保留就是2种语言共用。叶老师说，全台湾所有的客家庄，只有永兴村叶家具有闽客相互同化的客家故事。对内说闽南语，对外说客语的家族真的很少见。接着，他带我进到宫厅，参观供奉祖先的宗祠。通常我一般看到的都是主在家，神在庙。然后我发现叶氏家族的这个牌位好像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对，这是我们的宫厅，那主要就是祭拜祖先牌位的地方。那我们通常往生之后的话，就会来这边合炉，就以后就是拜阿公婆，拜那个祖先。所以我们家里通常就是拜观音或是客家话的上改拉，拜神明。祖先牌位的话，都是在宫厅这边祭拜。就是一起来祭拜全部的祖先。所以我们一年会有10次的那个节日大家都会回来这边祭拜祖先。老师，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踩的这个地板是不是不一样？我们可以摸看看。它这个是泥土，这个已经是经过夯实我们在101年重建了之后就是保留，这个是在日据时代就做的那个宫厅，已经使用了70几年，然后那个旧的宫厅那个打掉重建之后特别保留这块那个夯实土，所以我们取它的用意就是脚踏实地，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脚踏实地继续传承下去。叶家保留了第1代宗祠的地基，提醒后代要脚踏实地。此外，叶老师也告诉我，墙上看到耕作和捕鱼的雕刻，其实就是早期新屋乡半农半渔的生活写照。叶老师说，他的堂哥对叶家近海渔业很有研究。接着，我们就离开宫厅，前往叶家在海边的捕鱼场所，找寻他的堂哥阿贵老师。阿贵老师，我印象中来台定居的客家人都是以务农靠山为主，为什么叶氏家族会来这里从事渔业？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一般观念人家认为逢山便是客，但是我们这个家族，据我的考究，是一个很特殊的海客，靠海为生的客家人。那祖先为什么会挑这边？我想最主要这边原本是一个很贫瘠一个沙丘地形，只能种一些地瓜一些旱作的杂粮。家族如果要这边定居繁衍是有困难度的。那我想我的分析我的老祖先应该是看上这边的海洋资源，这边海洋资源在当初是非常丰富的。那海洋资源再补充一些杂粮，那就可以很安心的繁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是受地质环境的影响，还有这里含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那这里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捕鱼方式？早期的捕鱼方式有2种嘛。据我的分析跟调查，那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用那个石斧来讲用沙文这个。那我们在我们永兴里面就很多的天然石斧，这些石斧在别个区域都是用人工去堆叠，但是我们这边得天独厚，那么我们刚好有藻礁，利用藻礁的
天然的潮池里面来做捕鱼。除了掌握潮汐落差，在潮间带的早礁捕鱼之外，也会集结起来，团结合作用拖曳网捕鱼，并且吹海螺来呼唤人力。村民听到一长声，代表说我这个第一组训的骗固栓我在召集人马要来出去捕捞就是准备要出发。对对对，如果2长声代表第2组，那可以像。好，这2长声就代表第2组了。老师好有趣哦，就跟刚刚跟老师说，他的声音是很低沉的。对对，低沉声音才可传递更远了。尤其顺风的时候传得会更远。顺风它会更远，传得更远。所以老师他其实早期如果用这个螺声，然后吹，然后大家就是合力来拉这个渔网，是，其实就是也是算是拉近了彼此协助互助的那种情感。对，人就是以前乡下人就是以这个活动砍钩活动彼此里面生活就紧密了。家族成员同心协力，合力拉网捕鱼，拉近家人彼此的距离，是相当动人的渔村风景。阿贵老师说，除了在早礁这一带捕鱼，不远处也有用石头堆叠出的人工石户，我可以跟着叶老师一同去瞧瞧。它这个石户就说，在我们先民来到这边的时候，它也是近海捕鱼一个你不用出海，只要退潮就可以捕得到鱼。对啊，这个石户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来捕鱼啊？我们这个地方，你看离那个岸边那边是高潮线，然后后面退潮的地方是低潮线，它就是涨潮的时候，这边都会被覆盖，都会淹没在那个水中。那退潮的时候的话水退了，可是那个鱼群会被困在这个户体里面。这个石户的内侧，它的内侧这边它会保留像这个水洼，那这个水洼的话，等于是有点像瓮中抓鳖在这个就用涨潮退潮的这个原理，潮差的原理，对。然后那个退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网子在这个区块去捕鱼。传统认为逢山便是客，但是新屋滨海的客家庄却懂得利用地理环境，透过潮汐落差捕获鱼类以求温饱，由此也能看见客家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这一年四季的鱼也有不同的鱼的种类，什么鱼要用什么网具去抓，所以我们这个渔港网具是最多的，全台湾省是最多网具的一个渔港。明天要回天气了，今天那个北边它那个浪脚会那声音会很响亮，表示说明天就会坏天气了。这个很厉害耶。到鱼米之乡新屋，一定要来看看全台唯一的客家渔港永安渔港。这一带的客家人不只是农夫，也是渔夫。在地居民说，杨船长经历了渔港从无到有的时期。我想马上请教他客家人从事渔业的故事。杨船长，我印象中的客家人都是以住在山上居多，然后以山为居嘛，很少是以海为居的。为什么这里会成为唯一的客家渔村？这个是早期阿公那时代在新屋这一片就是很多的客家人会把新屋在沿海这旁边这一带然后在这里就在做这个农作物耕田嘛后来呢就是才从事这个渔业慢慢的从事渔业。那这边以前早期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渔业为主？以农业为主。早期是农业为主，休耕的时候没有空期的时候就找一个副业嘛，就海边找一个副业，就几个人合伙做那个骗固无动力的酸
用牵骨的方式把那鱼群拉上来，好，慢慢的从事渔业。后来呢，就建造这个永安渔港。原来以前客家人是在农作空期的时候，试着用牵骨的方式捕鱼，后来才慢慢发展出现在的渔业。杨船长说，也是因为渔获量大，在地客家人觉得需要渔港，大家便自己人工挑石头搭建出永安渔港。所以早期就是用这个石头来建造这个大渔港。对，用人工挑的。那时候我公公那时候那个船就在这边的时候，就靠一个那个河口那个防波堤的，就用石头把它垫起来了。垫起来，现在那个已经没了，没有。到我爸爸那个年代就用人工挑起来，挑成一个渔港。其实它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风貌。所以说早期用人工做那个渔港那个防波堤那混凝土做的到目前都还没有损坏，都是还好好的。所以说早期的人做这个水泥土是真厉害。在地人用扁担挑鹅卵石，加入水泥稳固了渔港的地基，到现在都相当坚固。可以见到客家人对建筑工法的用心。杨船长说，他的船就停在岸边，可以带我上船去。我早就等不及要上船了，马上请他带我去。我已经开始感受船长的生活了。哇，不一样对，不一样。其实上船之后就是那个冒险的精神全部都出现了。杨船长，捕鱼算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因为像它有很多的鱼捕鱼方式，然后鱼也有很多的品种。我是想了解一下，这里的客家人都是捕什么样的鱼居多？我们这一年四季的鱼也有不同的鱼的种类，什么鱼要用什么网具去抓，所以我们这个渔港网具是最多的，全台湾省是最多网具的一个渔港。我是有听说有一个渔民跟我分享，就是以前他是没有天气预报的，所以他们都是用听海的声音来判别能不能出海。对，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明天要坏天气了。今天那个像北海了北边到那个浪角会风，那个声音会很响亮，表示说明天就会坏天气了。这个很厉害耶。对，还有一种就是说，看天上的星星，有很在杂亮的有在杂的时候，表示风还没有停，风还没有停。如果那星星没有在杂了没有在杂的时候，表示这个气候要停下来，风要停下来。所以船长，你以前也有就是看星星跟听海的声音，然后判别要不要出海。对。其实这是做渔业的这种特有的智慧。对。不管是农作还是捕鱼，都要看天吃饭。渔民也因此培养出观天象就能判断天气好坏的能力，真是厉害。船长的驾驶舱就在上面，我想赶快来学习如何开船。船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开船的舵。舵，所以这个是要转吗？对，要转你要偏左偏右，偏左偏右，都是靠这个舵来掌控。所以新屋这里在出海前有没有特别的信仰？出海的时候买一些糖果啦，这些就是一个诚意的拜，保佑啦我们出海作业顺利啦，大丰收啦。但船上我们都有信仰这个，有的是信仰妈祖啦妈祖啦又来是吧王爷啦这个部分啦。渔民对海上神奇保有前进的心，可以保佑航行顺利，渔获丰富。这趟渔港之旅让我对在地的渔业有更深的了解。谢谢船长分享了永安渔港还有渔业生活。船长呢经历了3个时期的渔港，我能感受到他对于这片渔港的感触是非常深的。其实渔业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在出航前呢，希望风调雨顺；在航海中呢，希望风平浪静；在航海完的时候呢，希望年年丰收。这就是大海的生活。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收割。原来神农大帝他有教耕作，对然后观天下，对尝百草，对，所以他算是农民的，对，非常尊崇的，也尊敬的一个神。对。这个踏板里边呢，有刻5个蝙蝠啊，叫五福临门啊。好，我来找看看5个蝙蝠，对，一个。背包客来到新屋游览，对新屋的地名一直很好奇。在地人说，这里的地名跟早期来开垦的客家先民范江家族有很大的渊源。前面就是范江老屋，让我去一探究竟。你好，范江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道玄。好，欢迎。麻烦你带我参观范江老屋。来，好，请，谢谢老师。请。老师，我看到眼前的这个范江老屋啊，它充满了故事和历史性，是为什么当初会在这里建造这个范江老屋？因为我们范江的后裔啊，要祭祖的时候，当初建的这个祖堂太小，子孙都没有办法容纳，所以讲说在这里建一个比较大，容纳后裔的话，子孙来祭祖的话，大家都容纳得下。所以老师建造这个也是凝聚家族的祭祖的这个表现。对。老师，我想问一下，新屋这个地名啊，是不是也跟这个范江老屋有渊源？这个渊源很多啊，因为当初我们要建这个祖堂呢，来供作祭祖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很高贵啊。梁柱这些都是从大陆运过来，所以呢，我们在咸丰5年啊就开始建这个。建这个的话，那个建起来非常好像庄严附近的居民都来讲，你得看个幸福，那可能要幸福了所以呢，一直到现在，这个新屋的地名到现在都没有改，就是从这里而来的，幸福的新屋是这样子的。幸福就是新的房子，新的房子，幸福。对。这个踏板呢是从大陆运过来的。这个踏板里边呢有刻5个蝙蝠啊。5个蝙蝠，叫五福临门啊。好，我来吉祥的意思。好，我来找看看5个蝙蝠。对，1个、2个、3个、4个、5个。对，这边1个，那边1个。有2个踏板。范江老屋是大陆运来的木材建造而成的客家4合院，附近居民纷纷前来参观，才有了新屋的地名，真的很有趣。接着，老师告诉我，范江姓氏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刚刚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范江这个姓氏是非常少有的。对，小时候有听过老师的爸爸妈妈有讲过为什么会姓范江吗？因为在百家姓里呢，范江这个姓氏找不到，姓范的有，姓江的有，范江没有为什么会有范江这个姓氏？因为呢，他这个范吉锦呢，他早年去世，但是他还育有2个小孩，一个叫文周，一个叫文直所以他雷氏没有办法养育2个小孩子，在无奈之下呢，嫁给江家的江同英。文直呢，他成家了以后呢，生有5个小孩了。他们夫妻2个在好像说协调，几个姓范，几个姓江。到2夫妻大家有个共识讲说通通不要就把江姓的养育之恩呢放在我们范姓的下面。就成了一个范江一个姓氏。老师，这个故事我听完很感动，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视认祖归宗。那范文直他为了不辜负他生父与养父的恩情，那把这2个姓氏合二为一，其实就是一个孝顺的表现。真没想到，在一个姓氏背后，竟然也隐含着客家人感恩的美德，实在让我很感动。
除了感念先辈，范江家族也将前人的精神留到后代。老师说，头上写着“陶调家生”跟“陶魏流芳”的匾额，是要把陶朱公范蠡协助越王勾践复国、扭转乾坤的谋略，跟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的智慧传承给后辈。接着，老师带我去参观的是范江老屋中最美的一栋。这一栋呢，是我们差不多300年的历史啊，最漂亮的建筑的一栋。这个特色的话，像这个石头地基这些呢，都是从大陆运过来的。哦，从大陆运过来。但是我们客家人的建筑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鹅卵石的地基。鹅卵石啊，这建筑起来的话，这个非常坚固。还有呢，这个砖啊，也是从大陆运过来的啊。这里的厚度有差不多1寸厚，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贴上去的，到现在将近200多年了，不会掉下来。哦，这砖块是用贴上去，贴上去是用什么贴？它里边呢，就好像说跟那个鹅卵石那个糯米还有掺杂一点很粘性的东西啊，它粘上去到现在永远不会掉下来。你像这一些有颜色的这是原来的颜色啊，原来从窑子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哦，你说要特别做这个颜色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其实这个卵石跟刚刚老师说的这个粘的，都是对客家早期的先民的一些智慧。智慧，他们弄出来这个智慧弄出来。但是这个上面的泥塑那些也是非常，他们精通这个艺术他们都把这个泥塑用泥土做的这个好像花样很多啊。老师，那个小时候的农村生活，这样感觉起来也很快乐，很快乐。还有这个人情味非常浓比如说对长辈常常会嘻嘻哈哈的当然是有长辈之分但是在他们跟我们是非常融洽都会照顾我们我们小时候一样好像小孩子一大堆，我们都是好像说亲兄姐妹一样，大家在聊天在玩那小时候在这里的有帮爸爸妈妈一起耕作吗？有，好像农忙时我记得我小时候啦，我虽然那个小的时候我没有耕田但是我伯父有啊，一到那个割草啦、插秧啦，我们都要去帮忙，不然的话那个祖母会骂，伯父那些插秧了，割到了，赶快去就是这样。对啊，老师，我听我妈妈讲，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农村生活也是跟老师一样，就是也是互相帮忙互助，就是今天我帮你们家插秧，改天你帮我们耕田。他说虽然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很单纯很简单，可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动跟距离是很近的。对，没有错。早年的农村景象一片和乐，而在新屋的农民都会祭拜长祥宫的神农大帝，祈求五谷丰收。这间五谷先帝庙当年也是范江家族捐地所建造而成的。老师，竟然看到这个庙，好壮观哦！对啊，这个经过这个设计师庙宇的建筑师那些一番苦心的设计才建出这很壮观的一个庙。老师，为什么范江家族会在这里盖这个长祥宫？因为呢，原先呢，我们这个在落脚的话是在这个补顶这里，因为补顶刚好它要做派出所的用地，所以呢没有地方这个做一个土地来建这个庙，所以刚好我们范江的先祖在这里有1甲5分的土地既然你这里要建庙的话，我就把1甲5分的土地捐出来建庙，所以就把这里建得很弹簧的一个庙出来。所以是范江祖先捐的土地来盖这个五谷先帝庙。对。老师，那范江家族或是住在这里的客家人来这里祭祀，有没有特别的习俗或方式？这个等于说来这里的话，因为老早这一代的都是务农的比较多了，
对于神农大帝哦，风调雨顺哦，都会来这里祭拜。神农大帝，我刚刚在外面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神像，那个就是神农大帝。对，那个就是神农大帝，因为我们建这个庙完成的时候，在那边顺便建一个这个青铜的一个神农大帝的铜像。其实能感受到老师你说小时候这边都是一片稻田嘛，对对对。其实那种农村生活其实是好有意境哦。对对对对，所以讲说，当时这个务农的人非常的多了。讲到神农大帝，就是他种田人的主神啊，他会保佑啊，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农大帝本身，他就是务农的这个神啊，比较的。所以大家都很对他非常的尊敬啊。所有一下的，因为神农大帝有3个特色，头一个，他是会教导百姓啊播种五谷，播种五谷。播种五谷。第二个呢，他能够不要用什么仪器，他能够观测天象，可以观测天象，好像说春秋、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这个是第2个他神农大帝的特点。第3个呢，因为他百尝草药啊，所以他替百姓治了很多病，所以他本身呢也是尝试这个草药的一个这个主神啊。原来神农大帝他有教耕作，然后观天象，尝百草，对，所以他算是农民的非常尊崇的，也尊敬的一个神。对。神农大帝的祭典呢，他的生日的这个我们都会，这个务农的人都会来这里拜拜，祈求这个神农大帝这个保佑平安五谷丰收，都会来这里拜。拜的话，我们这里的话，客家的拜的话，除了3声或5声以外呢，还有很多做的，人家讲客家的风板风板来祭拜，风板就是红板红板来祭拜神农大帝，来保佑这样的。除了一般的生礼，客家人也会准备板来祭拜神农大帝。范江老师说，也因为有神农大帝的保佑，新屋才会成为农作丰盛的鱼米之乡。我是从9号嫁到8号的。9号嫁到8号，这么近哦？是啊，他娶不到老婆，我嫁不出去，刚好凑一对。上面就是弄一个高，弄一个把它弄起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以前的人都说，这样生小孩子都会鼻子很高啊。这以前老人家都说，你越高越漂亮。新屋盛产稻米，常年农作物大丰收，所以在这里发展出许多客家米食和酱菜。前面有位老师在做客家料理，我也想去体验看看如何制作。对，谢老师，你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就是客家人的菜包菜包叫菜包。谢老师可以教我怎么做这个菜包吗？菜包因为就是材料就是糯米2斤，红来米3斤这样是用混合的，全部用糯米会太黏了，因为糯米比较黏了，那就这样就包起来就这个形状是这样的那你试试看。我来帮谢老师。谢老师，为什么我看到这里的2个这个板的颜色是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以前人都是用白色的那好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小孩子看到就说，白色的，那红板是红色的，讲说是白色的，讲的白，那人家会就比较就忌讳了，就说，后来我们就想说用做一个颜色了，以前最早是都白色的，然后呢你把它搓一搓。现在开始，我就直接开始搓，把它圆的，等下打开包。我先把它搓圆，把它做一个碗状，
谢老师好像有一点容易的裂掉。原来你这个搅拌太久了哈，搅拌太久做的时候要压一压，压一压，压一压哈，给它能够结合起来。那里面的馅，谢老师，这个馅料啊，是客家特有的馅料吗？这是我们客家人我们那个这是没有晒过的馅，是新鲜的萝卜去皮，再擦馅，然后再把它煮一下，把它水分压比较干一点，不然你这太湿的话，包起来就不好。就是把它压比较干，水分压干，再炒。到里面的材料是香菇、猪肉，还有那个虾仁这样。这从这个馅。那个这个馅，那个有晒过跟没晒过是有不一样。有晒过的就保存很久啊。那客家人以前都没有冰箱啊，都是用晒干的保存。农业社会都是也这样晒干来保存放很久，这样这是晒干的萝卜干呐。那是萝卜干这样的所以它就是把它用长方形就好了。用长方形就好。那这上面就是弄一个把它弄起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以前的人都说，这样生小孩子之后鼻子很高啊。这个就是。那你做平平的就不好看啊。因为这以前老人家都说，你越高越漂亮，以后生到小孩子就那鼻子会长很高。哇，原来做这个也有一点点里面的含义在里面，就是捏高。老师说就是让那个小孩子的鼻子会变高。以前是这样的。谢老师，这个是你从小是看着爸爸妈妈然后就学会的吗？那是我们那时候农业社会，我是大家庭，都是阿婆在跟妈妈，在做这些酱菜啊，这些板啊。那从小我们也看很多，吃的也很多哈，就是看起来就有印象了。最基本我们就从小就看到大就有印象。客家酱菜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客家酱菜一般都是用盐巴去腌制，腌制好了可以保存了，因为以前都没有冰箱嘛。其实我都是没有放防腐剂，最好就是用米酒去它的那个霉菌啊，把它泡起来。客家菜包又叫做猪笼板，制作时要把糯米团捏成碗状，然后塞入香菇、猪肉、虾仁、萝卜等材料炒出来的馅。最后就能蒸出颜色漂亮又可口的菜包了。除了制作传统菜包，谢老师也发明了莲雾形状的板，看起来很可爱。他说小朋友看了就想吃。谢老师从小就住在新屋这里吗？对，我从小就住在乡下社子这边，我是从9号嫁到8号。9号嫁到8号，这么近哦？是啊，他娶不到老婆，我嫁不出去，刚好凑一对。真的吗？这个故事好可爱哦。那时候还没有人谈恋爱，我们也不敢用什么见面，也不敢讲话。后来我们就用那个投情书在那个竹筒里面。你说就是门前会有一个竹筒，后面有一个竹筒，那个竹子不是很大会锯掉吗？锯掉不是里面有一个空洞吗？我们就把情书放在里面。就是小时候就是互相投那个。我们见面也不敢讲话，连见面都不敢讲话。那时候没有人谈恋爱，他说。听完老师年轻时可爱的爱情故事，接下来热心的谢老师说要带我进屋，一起做传统古法的客家红糟。谢老师，我来帮你做这个客家红糟。好，红糟，你先把手套塞上去。客家红糟的材料就是糯米，还有这个红曲，还有米酒，3种就可以。要这3个元素就是3个元素就是材料。那我现在是要现在就是我们刚才米泡好、蒸好，现在带凉了，就要加这个，一定要凉，因为这个红曲要让这个发酵，所以你假如还没有凉就倒进去，那会使它发酵失败。那你现在就要把红曲那个倒进去，1斤
全部倒进去吗？嘿，1斤的米就要1两的红曲。1斤的米要1两。我这就是10几斤，就要差不多1斤的红曲。就刚好这一包。嘿，差不多1包。哦，饭一定要凉，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发酵。因为那个要给它发酵。老师，所以我现在开始是搅拌嘛？搅拌，嘿，把它散开。用那个手。哦，可以用手。用那个，因为有戴手套。有戴手套。好。对，把那个米酒倒进去。现在就要加上米酒，嘿，可以加米酒倒进去比较好搅拌。这个打开来，两边也都打开来。1斤的米，1两的那个红曲，还有1斤的米酒。所以，老师，我要怎么样知道这是？你先倒一点，我这是倒12斤，我这是20几斤了，倒一半进去。倒一半就好了。好。这个米酒很香，很香，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就好像感觉就是有那个味道了，就有酒的香气了。对，有那个红糟的味道了。有，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红糟味了。谢老师，通常这个要发酵多久？一般都要最好要3个礼拜。3个礼拜。对，要发酵过后才放盐巴，要放一点盐巴，要才红糟。要糟东西的时候，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好，可以了，啊，刚好一半。你就可以现在搅拌，用手搅拌就可以。原来制作红糟并不困难，将蒸熟放冷的糯米跟红曲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再加上米酒。充分搅拌之后，放入客家传统腌制酱菜的宽口大瓮中，静置一段时间，等待发酵成熟，就完成了客家美食中不可或缺的养生红糟。它糯米本身就好像比较亮的，那个米汁啊，那个好像比较亮的，有一点光泽。有，现在就是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它的那个光泽开始很漂亮，就很漂亮。其实现在那个酒气扑鼻，已经有一点点醉的感觉了。闻到就醉了。有，因为这酒气其实非常的浓郁，好香哦，好香。配上这个红橘。以前过年的时候，老人家假如没有糟肉，也有这样，就这个弄热了泡饭，就泡在饭里面，就这样吃饭就配饭了，也可以这样配饭了。有糟东西就糟啊，排骨啦、猪头肉皮啦，还有鸭肉、鸡肉啊，都可以把它糟起来，这样放在总缸里面，这样糟起来。谢老师这样一讲哦，我想到我阿婆也有跟我讲说，这个红糟他小时候的生活点滴，因为他说其实这个红糟啊，小时候其实算是他们的奢侈品，有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是啊，或是有时候吃也是分到一点点。然后他说，就是跟现在最不一样的是，以前都会挑那个担子、担杆，就是扁担，然后拿去在街上卖。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那时候他们特别的记忆。有人不会做的人就要用买啦。经历一番制作红糟的过程，我不禁好奇客家人腌制酱菜的生活背景。客家人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腌制酱菜？以前人呢，我们农业社会啊，那个割稻、插秧、除草，就要挑那个送点心的时候，不是常常要很久的时间嘛，就是做这些酱菜去挑给那个工作的人吃点心啊，都是用这些酱菜啊。哦，当那个慰劳下那个工作的辛苦。以前的人骂人家说，你摸是染啊，摸里头开啊，就是要有力气，要有吃盐巴，要有盐，要有咸，还有用饭去，才有力气做工作这样的。你骂人家摸是染啊。把红糟都装进缸内，盖上之后，刚刚做的板也蒸好了。谢老师说，在过年过节做的板都有特别的意义。谢老师，这个是什么？钱板。钱板就是过年的时候拜天公的时候要有钱板，钱板就是钱来的意思。那么我们一年有12个月，做12条，那假如是闰年的13个月就做13条。
对，那今天我们做这12条的。所以这个钱板也是象征就是钱来的意思。钱来的意思，还有那个每一个月都很平安，都有钱来这样的意思。那我刚刚做的这个是菜包，菜包客家人有点讲猪笼班，以前人家觉得那这个我们这样合起来的就好像猪笼这样，叫猪笼班了。猪笼班，看这我们就是说菜包这样。而且我觉得加了这个红橘啊，让它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会增加这个口感跟食欲，看起来就比较喜欢。对，看起来会就感觉好像特别好吃。对啊，对啊。那我来吃看看这个菜包。里面的馅，它的那个馅料的香味好香哦，而且我一吃进去就吃到那个香菇的味道，还有菜包的味道。因为它其实这个皮啊非常的软跟 Q， 所以咬起来的那个口感是非常的好，而且它的那个红橘香味好香哦，就是把这个红橘香味把整个这个板散发出来，对，味道都把它提升起来。其实客家人的这个板啊是这么的特别，这么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在不同的节气庆典，然后敬神的祭典跟不同的日子，对，它都会呈现不同的口味、样貌，甚至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像刚刚那个谢老师介绍的每一个板啊，都有它每一个特别的意义。背包客这趟客庄之旅到了鱼米之乡新屋，了解到在地客庄的历史故事，也到半农半渔的工作场所深入体验。一天就要结束了，看着远方的夕阳，我心中感到相当充实。来到了新屋，鱼米之乡，简单的4个字就足以表现了这里的生活形态。捕鱼希望满载而归，务农希望五谷丰收。我感受到这里的客家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我很喜欢保生宫的耆老用着歌声传达出对新屋的情感。谢老师呢，80几岁了，依旧的努力的传承客家手艺。我发现这里的客家人用着自己的方式，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传达出心目中的客家庄。